你房间仔细细，我想乱啊，一人困，人讲上细，特别我人三个，嫌菜大肥，较出热气较济，我唔使寒着。阿苦咧有做三人啊，哦，那是有时人济时候会热，都无较好。了落来。我卡只袂我去一个所在，正200期至200几期，要去上架势，我就伫阿毛馆就无好事了。一个咧，我一个会上8到6天，本气发热了，所以阿峰本伫烧了，一个时候讲啊，小贩啊拍钱就拍输了，一个袂动了，对不对？所以安怎做啊？无办法。我讲啊，阿舅啊，你去代表啊，所以伊就伊叫做luxury coach啊，像啊这边去甲各人吉人铺，你看安尼会啊，去了过去三家社会去做大人客，伊本把你做几日的会销，伊本就去代表苏万路徛去讲经，唔知讲阿咪计我唔知。无啊啦，伊特别真正搞啊！讲不要紧啊 ，TV 过来啊，保镖本来哦 ，Minister 还没本来，哇！伊讲啊，真正惨喎，伊讲大粒要来，所以这个是家己那迄边，这个本是路人的功德。七个家己那咧，路人看，咁了是咖啡酒来。路人嘅女仔咧落地下边，过了后我人就能大一个南角，尼病来了别动，你渐啲行都无通起床，无通阿咪，engine 摩托车上热了别动了，别换水无水通换，了 after 大南角了，16号别对啊。要去别个所在，你知8几个キロ安怎做啊？行路过港坐船，了尾来打咧马所讲厝顶面几十人诶，到家嗰一个所在，顶面几十人诶，到家嗰一个所在。要去这所在叫做山地尼堪达维哈拉福卡蒂纳大地这边真正好看。我人去这山地这个所在，去在我人到了的时暗暝了天光的时，后来暗呢又无卡蒂纳，伊个卡蒂纳是4号，我人。4号我人住伫美国，伊人甲伫那4号。特别我到咧所在了，伊讲，我较去一个所在来请，讲这个人来，坎要就要叫去，所以我人就去。了暗暝规暝落雨了，你知迄个上边个涂骹的粉啊，是啥啊暗毛灰的粉。And then 住伫上边即。到了要去船，阿峰要带去咧上班啊，正人管要带去咧抢，砰拔倒落来，因为伊个骨啊，我正讲像咧咱的长的筋啊，但日啲水啲流，2年唔捌洗嘅，所以安尼样啊，去一只去来拔倒了，哎呀我看惨，我本是会安尼，所以看。唔敢穿用4卡白的行，你后面说伊个骨无相啊，如果说4卡白都较白咧，所以大人啊，假设涂埋，阿峰唔使讲，阿峰嘅假设唔是假设涂埋死了，所以教喺边嗰度看，教到咧暗啊，大人看了。无人笑，你后面说啊，达咧回烧去，达咧回烧的假设公众同埋，咱一看就一知讲这人拔刀，了查某洗，水洗，
特别水在路有够啊，有落雨是落雨，安尼济人算百人水就济，所以路下人洗了他阿风摕来清，上加洗时就头尾伫房间，无加洗通换。真正歹命，你看无加洗啊！有啦人少会加洗啦，人加洗咱我袂使去点点讲遐，去点点用人加洗，所以听他伊会打，你打了来清过，你看上个无洗昏昏呢，头尾当你洗清去，你就要尖，你就要安尼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我人去咧所在是地白的，家己那我人本是去，也是好累，好加洗。或者非常用的物件，喙齿膏、喙齿面、大拉拢种，甲了更非常用的我人好，所以这个是地白的家己那本是路人的公司啊。咱个直直落雨，对来本是直直落雨，你看把路破白好呢，啊好，安尼个雨啊是喷点，特别安尼个北风真正冷啊，你水冻着咧香菇上个尖甜啊呢，冷过头。个对来呢，讲过一个暗个请我去过，都袂冻了啊！所以特别天公好啊，黑川落雨落甲三摆，车拢种的士唔敢出来行，袂去，所以双免去。佛教的声19好了，我的声就无了。了大地咧暗，过了过一日来请15支手，买来，我呢，你都拢去代表，所以伊个就去，去了对来是暗暝，对来暗暝讲连人车拢落够啊，我。啊！伊去的就是叫做地教的家己那，本是做甲事主啊，老人的功德之类的。到个20号，桑卡拉教叫一个会上，请我去的暗。桑卡拉教是啥物啊？会上王，大伫邦格拉德，伊啥做头的，啥咱这个上帝有一个叫做会上王。会上王落来叫心迪落来一个教官，所以这会上王调职来请我去，然后我未去了，安怎做？21号我人就要离开这个邦格拉德，要来去印度了，所以我要对的点上，我去拜候伊。都本在拜候伊呢，伊留我4点钟，4点钟伊人客来集，我就讲经。讲经了 ，after that 了，拄着一个 Muslim 的 contractor，点伊互我 leave， 但是伊无讲啊，伊车无载我，无车通转，我就困那边，马载飞机个未通来到吉达，所以21号我人就来到吉达坐飞机，到那边12点，你在7点几去飞机坡，做迄个。飞机个钱咧，食无，日头我无通食了。到迄边飞机12点啦，12点安怎食？要去到吉达就去找所在，找所在大我人去大一个所在，168人拢总伫天台要去行销，要去这说印度这个去看这富的所在，上个我人诶，所以人大160几人大伫一间厝，人客个了。当1万就济，1万内，有人看，大陆有汤长的，查某甲特别洗的沙里度，一人一汤，然后做回上大点啦，我摕来味啦，有时味就甘啦，你味互我看，安尼样啦，所以到这边位置，所以我过点声淡薄。我甲出淡薄，到的家己那过一个做伫印度，马在我讲啊无生肖，这个叫做雕成伫印度，雕成就是讲我去说这正福的所在啊，
马仔你看国家安怎佛的点线安怎，这个是马仔就是正佛的所在，这个就是讲佛经传去到迄边真正兴，特别这会教就是今日你看实无兴，特别今日还没受这个会上一点无点，伊会想讲要起这个学堂加这会上，安尼伊讲啊，听伊讲啊，苏万喏，我看。那是佛经要兴，就要有一个有聊的会上，唔通讲会上坐甲了无聊。伊阿莫话讲 ，I want quality monks, I don't want quantity monks。人话是安怎归说是讲啊，我爱甲了较正聊的会上，唔系讲这个意思安尼。所以讲今日我来开这个学堂啊，是要。好佛，这佛的沙山啊，兴起来就对。人若时常有这会上在讲经，还咪了讲着的经，甲了人心力直直济，无理什么兴，无理什么兴，咱的今日无讲乱来，啥无效。今日你看世间，今日无虾米有效，无人教，无人讲，所以。因为你看这邦格拉德，我去讲经，其实我讲的经无相亲，特别大人，你看人看伊讲，我去讲经，大咧上紧，and then大咧讲经wonderful，伊人，所以这个讲经少，就要讲经可以兴起来，所以就是我有去那边，我有看了安尼，了路人会离开个了伫这边。讲得真正济，唔是讲家己那尔，赞助有诶暗我人去，无做家己那我人地，所以到这边为止，啊，有人嘛在修改修好，了咱来回向这功德。一当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Eta wakta sa 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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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ลูกหลานกองเต็กเนี่ยเจฮะสวัสดีจะเพ่งอันเก่งเนี่ย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ลองจงเพ่งอันอุปเสกสวาโลจามะวะกองเอจามะตุสิวะจิวะกองเอเตบักตุสิกองเตวะติเจ้าเซิงที่เจเลบังกลาเทศบังกาลีเอสอใจแค่ที่วะติแค่ที่เตบักตุสิกองวะตัวที่อินต่อกับเจเนปอลอินต่อกับเนปอลสิจาสิรันสักยามานิหุดชุดสีทวนโตกาลีคุยเจเลเซกันเอสอใจอันลูกควาขี่แล้วเจเลอันนี้เอาเจเลเตียวเซิงอ่ะบัดจิ้วเห็นบักควาเตียวจ้าเจ้าเลยสอใจก็บุดากุศีอุตัวที่ทำเป็นอุญญาหลังขี้เจเลอัมอุญญาตัวที่ทำเป็นอีชุดทำเอหวัดทำเอหวัด
所以这个就是讲啊，是证明讲这个萨迦玛尼布达假实有历史有伫这边，伊会经正甲了历史本有证明，因为虾米事有这个纪念，记咱阿苏加王那边有去84千支的这个纪念旗，拢总是这个发霉发霉甲了。未讲的是，我要讲无，我这个伫大伫这个印度安尼，我人伫留，去在印度甲这个孟加拉德什，本是差不多半斤甲8鸟，本是翘甲3摆，你看拢总。大人较济是 majority 80几%是无像真正巧的人 ，and then 中度的人是差不多无几%啊，正10%、10外%安尼，and then 有类的本有类是真正大。啊，印度本是上个长我讲孟加拉德什安尼，你若是看甲伊人伫用的物件甲虾米。遮伊主啊，上甲差不多故事，我讲40-50年前，我做囡仔的点声，少年家的点声，不是安尼样。伊一个卜干囝，甲一个卜干囝，无讲有水摆倒落去，本是上一个卜干囝，你过你水路，我过我的水路 ，and then 5-6间厝公司，一个窟大窟。了咧溪水啊，咧像讲啊，落雨的水，虾米水，个了拢总，伊人叫做 tank 水池，迄个水池就是正田坝来，起来，甲一空一窟，甲大的了啊，两边几若间厝公司，也是无单着咧地是政府地，安尼大地两边洗木镜、洗衫、长衣、大波查某。了我人回想，本应该阮就跳落去长一伫遐边，他顶若是要食水呢，看你敢食无啦？有个人查某大波长一了，他顶你夹起来，看要滚啊，买滚你摕来食啦。所以一个本是安尼样，所以你看印度听到咱这边啊，有人去在啥？金中玉愈大了，真正爽的所在。马路去了印度，马路才会知，虾米是天顶，虾米是地狱。伊人大的所在是真正大的歹命，咱今日是真大的财气。水真正黑，特别伊人不管是有一个叫做 deep well， 伊人用笔拍落去的，拍落甲一底啊。这个伊是头一眼的水，伊人卖，伊人切第一眼啊。后来谈着安尼水就是清，了咖啡店你入咖啡店啊是 restaurant 啊，伊互你水啊。后来水是个倒落你来去的是倒落一后，然后咧水是正是正水无杀无滚的，所以后来叫做 deep well 清的水，后来会使啉。伊你看我人交吉打的时啊，大只孟加拉德小入去交吉打，你知站的我讲啊，19日大啲流，食都无虾米够食 ，and then 交吉打，头一项我人找虾米啊？哎呀，来找就冇当人食，所以入去大做会上无拍插啦啦，入去这个 restaurant Chinese restaurant 到底交吉打食啦，一人食差不多6块，无尼库出类个了，拢种。做马路啦，像差不多第20日才摊食，食这当人食。交吉打25年前的时我捌去，25年前的时我去做政府工，我去。本是去阿咩去 pilgrimage 台面去朝圣遐边就讲，佛教的点声，伊的这个伊的 population， 伊的人数是佛教的是7million 700万的人，差不
不多交的点3 25年前，马来西亚的这个人数本差不多呢，今日10几million，本是差不多像马来西亚的人数安尼病老热，伊是一个市场呢，都像个全马来亚的人合起来，所以你看高阶搭，你行来行去，大伫这个街路边，唔通想讲被弄着人，弄来弄去。真正这 millions， 这个 millions 是100万，真正这 millions 翘甲300无厝通住，住伫咧街路边，阿莫话叫做 basement， 人伫行的位，暗暝无人行了，冚平本有人伫困，因困了有虾米啊？拢总甲了是假咧，找人虾米抓配人迄角咧，拢总来去困掉那边，是真正这。1 million 较加的人困在这街路边，我真正寒。我穿了拉面呢衫，我穿一个 pullover， 我穿叫做 monkey cap，monkey cap 就是啥一个绒胶的包参头壳，甲搭目睭甲鼻孔甲喙走出来。了拢总安尼，阮我都无虾米会动，真正寒。因伊人甲了无一条呢衫，有的人佫300无衫通穿，所以你看巧甲真正济安尼，跌倒落来就是讲，因为前较久伊人无做好，今日你看我啦，咱有来做好，你人捌安尼可无？你去出事汉病，你看功德若是无，是真正歹命。但日早起啊，大致这个市场的这个伊叫 junction， 这个 junction 的点啥？你看大早起啊，规吨的人伫无头路，伫天台看，搭落一contract要叫伊今日要做虾米工，无惊着工伫徛。若是一个劳力者来讲，我买10个，不今日10个要白起，你看，所以人无累都无要紧啦。所以本无惊着，因我现捌看到有一个我人食袂了的物件，我人就要去分。看咧人就看跳到你要互呢一个互，你互一个呐4、5个换来，要来甲你摕。街路甲了，佫是一个摩托车无济，看来看去，甲搭一好款的摩托车叫做 Ambassador， 这个 Ambassador 是。Made in India 摩托车，你有钱本是用咧 Ambassador， 你无钱，但是你会食条买 taxi 本是 Ambassador， 然后做虾米工较大粒的本是 Ambassador， 伊无互外国的摩托车入去。因大啲街路，牛车、人车、手车、马车，因若是巴，常常看到。像个沙林湖安尼样，个楼顶诶把这个300个把伫厝顶唔通塌落去就好了，就讲。若是牛车一只牛帮西，你看5、6个囡仔走出要去拔咧牛屎，拔咗咧牛屎来做虾米？做了一碗。嗰啲嘅厝边，因为厝是有诶较有镭淡薄诶，是叫做 mud house，mud house 是土埋诶厝景，搞落去了，日直直拍了打，了就屙去咧牛屎，迄个是伊人诶定团、火团来煮食。不管是囡仔规吨伫捡只牛屎，也一个拿伫吹，了牛啦、马啦，伊人捡了。在啲街路边嘅长，若是讲起风，一支换落，大人受抢，即个换。所以路有当时为查某也一个叫做藤地啊，这里毋是藤地，像牛泥地，你捡只草抓，了我哋看咗捡咗规大包是安怎做？所以人大伫江边，了我转看安怎做？人捡了暗暝上寒的时，咧规牛泥地，他顶下1吨来烧，5、6人来烘，
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รู้ไอ้ก็ยากูรับไหลเสียวก็ไหลแล้วไงหังแล้วคัดจ่อดำโบหรือจะคิดคุณอีกแล้วที่เกี่ยวกับ所以这个拢总我讲人听就是讲，爱互人紧张淡薄，感动着人的心。这个拢总对这条路来，安尼功德无，再来去出事就安尼款的情形，真正歹命。路人今日若是讲无安尼，路人是真是带着天顶的位，路人安尼有情绪有做好。特别会记我讲咧，买啥家的经，唔通食草酸梅。这个今日路人的功德是真实，路人做好，即时路人爱骨力直直做到尾来结尾来，咱直直去直直快乐，尾来跳出这个苦海。所以咱要知，这个印度是真是真正，也讲好，也无讲无好。好是安尼说啊，印度是真正对咱的佛教的人啊，是一个所在啊，达人热心爱去出事向边。因为安尼热心，什么事要安尼热心？因为达的三不达，拢总要出事伫这印度。无一个不达讲出事伫中国北京，也是在伫 America New York， 也是伫 England London 无，拢总甲了是要出事伫印度。印度本土要出事在伫这边啊，叫做中北 North East India 嗰啲所在甲了。你知热气场要来佛要来世间要来出一个佛，为有的时几百千大劫，几百万大劫，无佛来出世。若是有佛来出世的点声，你看是真正大的彩气。特别今日咱来大啲这个这个即季大劫，咱靠较大彩气，因为虾米事？五个佛要来了，这个主妇把你才要化。了四个佛来了，咱个有希望通来听台。若是讲就较含慢，无想爱做好。你想讲啊？半做半佚佗，半做半佚佗，有淡薄冒险。特别真正济这边，我有时有经过我去斯里兰卡，逐日伊人爱念一条经，这条经伊人是讲安尼：一多就多行瓦拉jambu dipe Himalaya mayang hikute Kapayuko Dewa Putri Wahutwa Metea Natasa Sunomi Damang Ilang tatajit ai liam 这个经，哈咪说？我今日做的这个功德，好我会出世在伫这印度大山向边做红光。哈咪说？伊要经我的所在，佛达过要大伫印度大山向边的所在。好我有这个福气，通来拄着弥勒佛；好我有福气，通来听经。弥勒佛本心讲出来伫个嘴的，所以这个人真正海关。我听讲，我这个师弟本讲，伊阮当人本有系安尼款的缘。了路人若是较含慢，好啦，未晓念这巴利话，好啦。我做虾米好，互我有机会通来拄着弥勒佛听伊个经，了互我快快跳出苦海。过了弥勒佛来讲经，这个世界尾来结尾来要化，毋知是火，还是毋知是水，也毋知是风。特别我叫我看佛经的才来，伊是火较济。火要来烧了后，毋知几千还是几百千的大劫，无佛来了。要若是无佛来了啊，拢总人进条苦海，毋通想讲我本要来拼，我本要来做好，我本要来节贤。佛教的是人所教的物件，较济是下见。
较高的伊假如讲原因结果，特别这原因结果，安尼点声若是无符的点声，伊无互你会跳出这个苦海。你看，同系安尼款的原啊，我在我想无一个人，无一个众生，安尼命过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发现个现象。白话讲，发现个三种，发现个三种啊！这个啊，是伊人大伫这个发现是第5个时期，伊去印度大伫北京，你人若是看这个 Atlas， 看这个地球，你人看大伫北京，安怎伊落来印度，过这个。Russia 俄罗斯上边叫做戈壁的是800-900几条，无一粒长，加了是沙坡。日时是像火炉的热，暗时像酸毒的冷。安尼800-900几条，坐马打手淡薄水，安尼去过这个沙坡，了慢慢个入。Afghanistan 我同人话袂晓，你买来只落去印度，三摆你知无？这阿摩人写这个历史的讲啊，圣保伊人读过这个别个教讲，我人圣保的这个啊，圣保就是伊这个耶稣的传教的，伊这耶稣的这道地的传教，伊去这个所在，这个所在人讲哇，你看伊去个安尼所在，安尼所在，安尼靠。这个阿摩人这强人讲啊，偏到圣保了，伊伫去的所在，伊伫行的路线，偏到咱的山庄啊，像个一个白下墩，甲这个喜马拉雅毛镇的印度大山，所以这边你看，伊人阿摩人讲啊，袂当找一个人伊心，伊这个信心会安尼想。甲伊原来会安尼想，会行着水清几条，头头坐马买来行路。不管是无水，有一过伊水加流无去，你看伊安怎会活？三摆有诶先生甲伊讲啊，袂去啊，你毋通去啊，你去啊，真就死啊！伊安怎讲？我甘愿行进步，行。一步伫头前，甘愿死伫印度，我唔甘愿倒退来死伫中国，无趁着这个机遇。所以这边人看，真正大大的决心。今日就是布达阿未离开世间的时，伊本有讲，阿南达。世间有安尼款的人，真正大的发愿甲信心，会来受大苦，会要来看这个死的所在。这个死的所在是出世的所在，圣道头一道一公斤，伊入团。这个就是头一个，就是隆比尼、布达盖亚、萨尔纳、洛亚湾，第四个就是古什纳拉。今日我去的时，我看，日水情人伫说一位一位，因这个月阿摩11月、12月、正月，伊是叫做 Pilgrimage Month， 所以。唔是讲咱中国、日本他那本真正兴趣伫看这个，伫看这个佛的所在。日你看一车一车的日本，阿摩人本是上，你他那佛经真正兴去甲 America、甲英国真正兴。特别我要烦恼人就无真正济，因为虾米事？真正济人无明白。三种处境啊，有对高铁圈，有对去三种
对有高地天高伊，有拄北怪高伊，有即个罗渣是啥物呀？抓正，我要咱fairy tale是人写的故事，真实呐！即个人写的故事伊有意思。三种的处境是真正大危险，所以大危险时我看伊后面伊讲出来，伊讲伊拄着即个钱有咧钱，互咧钱，虾米钱个了，拢总有个了，机关啦，虾米，actually 真正借刀会使讲啊，未晓算啊，应该讲是死，伊无死。所以即个咱来看即个。安尼济人就是讲咱即个三宗，我若是讲着伊名，有当时我拿后面记。所以今日我本一个发心，老本是老，我本来去看。and then 到迄边嘅时，人即个 Bangladesh 了，我人有倒去即个所在。头一季我人听我要讲就是伦比尼，他那一位置我讲，伦比尼就是讲啊，咱佛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所在，实在是住伫即个北边，住伫尼泊尔的所在。咁边即个所在本是啊，是一个叫做archaeologist 啊，就是讲啊，一个学官。伊点点找即个古早的即个所在，咱伊去查着即叫做啥物考古学官，我当然我较袂晓，但嘛我则问我的师弟，伊讲考古学官 archaeologist， 即个 archaeologist 是一出名一个阿摩人，叫做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伊1896年，啱拄好今日90年前，伊去找到这个所在叫做伦比尼， and 伊全世界承认讲伊是第一真正骨力找这个佛地，但伊找这个佛地啊，无刀无虾米安怎做？伊用了咱的这个三种的啲写嘢咧册安尼啲看这三种写安尼，就安尼三种的册安尼伊来查找一个所在，伊找到几哪个所在正佛的所在。你看这咱的这三种讲啊，这个死的所在，永远达过咱拜佛的人。达过较爱注意，伊即个所在，毋是讲即个佛呀，从来的佛本是即个死的所在，原在佛的所在啦，伊要成即个死行，过了的佛本是即个所在，又话常即个所在，伊即个死行达过发生伫遐边的位，头一项伊成觉enlightenment， 行着是住伫咧。菩提树下，特别有的佛，伊毋是用即个叫做咱的这摊仔款的菩提树无相，别个佛，别一个佛像款的树长，所以咱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伊是叫做 Bodhi Tree 出。头一道的佛讲经，你人看我有小英大遐边，头一道佛讲经，达的佛本要讲经，伫佛的一达。前下古的佛本是安尼，从来的佛甲了本是要大啲佛咧，一搭要讲经。第三项，伊人逐个有时佛拄着一个外道教，真正免的外道教，伊人伫评论来拍倒这个外道教的所在，这个本是啥讲行着的所在。达的佛来出世了，行着夜嘛，离开世间，过了7日后，有人讲安怎呢来咯？这边我爱加讲淡薄，有人讲若是生囝死了，么就去浸火池。特别咱来看，
马要王鸟生是达到太祖过了7日后一死了出世到了倒数天，不是一个人呀，过去了的福达达的过7日离开世间，还没说安那样，因为迄个生囝大，有了出世一个福了，投胎一个福了。无一个众生讲会使用咧生囝道，过来去投胎掉咧生囝道，因为无一个人会平等上到咱会三马三不达，所以来出世乱在行7步，台湾天王来接受，伊见乱看佛生，见涂骹甲一天顶。顶面甲一底我上大，到这边有人看，真正一人教讲哦，这个较悬的佛无，拢总这个是我上大，这世是最后我的尾世，无了佫无过来出世了，所以这个所在，逐个伊去阿得生伊这个。若是讲，大家查某出生一个佛了，伊定了7日后，伊离开世间，伊逐个死爱出世的倒数天，伊个囝成道了，听着就要去天顶搭阿嬷的情，所以女人若是大伫世间，袂晓搭阿嬷的情，还是阿爸的情，女人本是毋对了，毋是佛咯。你看伊就醒啊，伊想甲伊阿嬷。我今日成佛，我要来去救我嘛，所以去天顶去讲经，讲阿咪经叫做论藏经，阿弥达嘛，无8条经，甲搭只论藏经，讲了一落来，搭过佛落来，听到大条的所在叫做三袈裟，上的所在，所以这个死的所在，上加讲永远搭的佛就要落来这个所在。了大只lum比尼有虾米通看？我人去头一项是看到阿苏加比勒，阿苏加比勒是阿苏加王的纪念机。第4下544年，耶稣还未出世，244 BC， 佛教的点声阿苏加王起这个纪念机。现时我人去看，迄纪念机是13卡机半一悬，了一底有带入落去是10卡机，所以差不多23卡机半。伊个宽就是讲7卡机3寸，特别正，咱的这个第7个时期的是咱的三藏期的时，我看到这阿苏加纪念机。对做路站，顶面有一只马，听讲伊坐马离开伊个家庭。做达的纪念机较济是70卡机，第一关的夜长是60卡机，所以这个纪念机差不多是70卡机，特别他那咱看是13卡机，就那个了去得咯。这人讲来讲去，了无个了，一支无个了，所以这个个了咱看的是 damage 断了的。第2项这个个了就差不多2000几年的物件。第2项会看到脑的塔，大只伦比年，脑的塔就是啥物啊？毋是正式完整的。伊是这个尼泊尔的政府扣向边的水扣了起脑的塔，所以虾米意思？伊毋知，然后起个塔了要叫人来看，所以国家马术伊叫做tourism，互人留住。所以这脑的塔，我人一看了，伊是摕咧古水去，特别大只咧纪念机的边仔有一个暗。了有一块马图，迄个马图大人爱看，因为这个马图本是正2000年，伊人刻，有一个，伊看一个啥一个红光，查某红光伫生囝了，正是讲明马呀王鸟伫生是达到太子，
所以我人本有去香槟去拜，了伊人伫香槟看到这地基，这地基啊，就是讲啊，古时的老暗是真正大香槟啊。咱离无偌远，有一个啥水池，这个是古时的人去纪念讲，伊是达到太祖生了大啲伦比尼花园，那时了咧台湾天王阿咪红讲做水，一个是冷水，一个热水出来，了这囡仔长会洗伫香槟，所以人做一个池纪念香槟，叫做纪念的池水池。所以这个就是伦比尼。较正无上个百位，因为虾米事？尼泊尔government要入去，就要有 visa。印度较凊彩，所以尼泊尔government真正严。因非我人去那边，我人无 visa， 我人转入去，买来出来时就我讲900块，900块唔是马来西亚的类，是这个印度的类。所以攞来我讲啊，无布达街啊，这个在出事的所在，伦比尼是通看是看阿苏加王的咧纪念机，而迄个纪念机插伫咧所在是正咧所在，不当出事。而最指点咧，就是咱的三藏一下滴答落，而咱这个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伊才去找到这个所在。攞来我要讲布达街啊。同咱的拜佛的人啊，第一对象就是这个布达街啊，而这个布达街啊，就是讲啊，佛出啊一边修行，了谈到一个觉悟 ，the place where he got his enlightenment， 而伊谈的所在，有咧所在，而伊达的佛本是要大啲佛一达，伊叫Sammasambodhi的所在。了伊 exact spot 正好一搭，伊叫 Bodhi Mandapa。这个 Bodhi Mandapa 真正来咯，未出师傅的点声，真正济位人讲心动力，飞来飞去，若是飞到咧所在，伊人想着 jam 香槟，因为伊咧所在想讲真明讲是这个。第一个 most secret 真正清气的所在，达的三马三不达要成觉悟伫香槟的位。所以我人对其咱们阿妈讲刷落来，我人落来的达加坐飞机来高吉达了，我人就23号11月时，我人伫印度了，了伫印度的点声，我人的巴54人一顶，而伊的巴一个交椅会使坐3人，我算起来16寸一个骹床会使坐，了阿凤。甲阿酷坐伫边啊，捏我伫当无够啊！伊若是坐退落去，我就都走出来。三人坐落去啊，袂坐，所以看真正歹命，做伫那边。所以人若是坐甲退甲上线了，伊人倒卡的时，我趁退。大伫这边安尼，我人 start。因要大啲高吉达要去布达街啊，250支票，一个巴香槟4交椅是2人，这边3人，大啲当涂骹本是，这个巴上50几人，佫不要紧啊，伊佫有总铺2个，有哩佫只真2个，了顶面厝顶系虾米啊？伊个 gas cooker 要煮饭啊。米啦、长头啦、荷兰猪啦、牛奶粉啦，了大啲半路安尼是街路边，梆了煮了食啦，是安尼样。无甲你迄啲店食 restaurant 无咯，因所煮是虾米啊？上底好菜是荷兰猪、牛奶粉、无油，安尼讲是咖喱。
我本嚟有做呢，我嚟揾下落去，追下落去，荷蘭豬冇下背，唔知有些冇突落落去，像個尺度啊呢。有少攞行菜，啲菜有當時是巴拉布咩記長去講，佢講，專門嚟說我是無食，像我囝婿安尼，老細是像安尼，你買食你袂貴。你知哦，250幾條，250幾條，暗暝行，直行未日頭行，直行無限。因啲路你知，我昨日甲人講啊，一空一窟，乒乓乓，你浪我浪你，大啲邊啊，阿峰嘅邊啊，本有一個查某本坐，你袂使當查某浪來浪去啦，無怕插了啦，安怎樣？但係人較傻逼較袂要緊，你是無位啊，你要安怎樣？你知啊，10幾日了，前邊困本無，食本無。了你倒落去啊，女個了，所以你查某本無怕食，特別介了攏總是老阿婆較濟啊。新時代嘅時候，逐人笑歡喜哦，笑劇又念經哦，會笑念經，查某沙毒，睇定查某念經，會笑我沙毒，安尼老熱，但講是掃大水啊，老熱。了到啲街路邊停煮食，哇老熱，你鬥卡手我鬥卡手，你袂來啊，掃大水無來了，你煮就你煮啦，了你煮無食我本食啦，我知米無食我本食啦，你無食你現在你無通食，一日只食一頓，就荷蘭煮本荷蘭煮啦，你無皮本啊，有皮本食皮啲啦，安尼啊，長頭有秋本有。攏總落去啦，這裡啊，你人倒盤嘅物件，我仲較好食，倒盤湯較好食。都本來呢，我人行規暝，日頭行到暝，暝行到日頭，你看無遐。了，巴士無像咱這邊嘅多講有一個人慢去小便啊，無啊，真正濟，你來幫着我，叫伊濕啦。無人敢stop啊！每來行到半暝 ，everyone go out 去幫助。哎呀，你看啦，他哋噗，得落飲完啦，得落水啊！咱激死安怎樣？你搬油摕來親呀，對面個無法啦，逐人安尼做了啊！無水無蝦米通洗啊！人家到底得落啊，300、400，哎呀，無飲完無蝦米，真歹命。咱有個查某我摕你交我水，換交我水，安尼摕你阿咩啊，一後啊，食水嘅後啊，安尼卡一後去洗了，真可憐咯，看了，佢叫嘅時日到先啦，無幫佢講話咯，頭嘅小劇哦，沙毒，未來沙毒無了啦，無了。都本到1點半才到街啊未到武大街啊，街啊佫加6幾外條才到武大街啊，水到呢，伊人來指責我人了，安怎做？哦，要送家私，我人安尼，你按無裝迄個無換衫無蝦米安尼起來參觀，互累。了，嗰有一條家私，我想一條家私那本河大佬河啦，腰河蝦米河，我人在一個最後尾兜嘅家私啦，攏總河甲了就掉了，佢哋啲家私啲只物件咧，白本買掂嚟夾，實在好好嘅白掂河掂了，未啊上重，假聽下濟，咁邊有咧暗嗰是一個會上，伊是 PhD 是博士來 ，PhD 上要巴士嘅博士嘅 exam， 所以咁邊來上家私時人真正濟，睇了人什麼啊？即係活要嘅了什麼啊 ？Professor、lecturer、政府工大粒嘅嘅了，攏總食冇曬嘅了。
所以我伊人接受我人想做大人客，所以我就起来演说吼，这个 It is a meditation center。甲丁那是2点几，了人来安尼坐160，我昨我讲160几人，那是参咧鼓励做工我想170几人，甲了3点半做一下够，你再盐满也无够，长的经也无够，有的激热激虾米安怎做？苦啦！伫树洞骹倒落放了所以就是安尼样，真叫你无像咱的厝安怎较平安是住伫家己的厝底平安的。然后得甲丁那了闲了，无困了，安尼规暝伫行无困，要去倒落咧暗无位通困，无位通困，我人佫就换巴去伫布达盖亚，伫布达盖亚去住伫政府的 rest house， 政府的 rest house 本无水。一桶的乌油桶的水，规个 rest house 要用，所以你若是用上济无水，所以你看个袂使长下，所以摕咧来的水，该空洗面脱水机脱下面，特别热，但无水脱垃圾啊，安尼样就是了啦。物佛教直直冷了，直直寒了，我讲千万几劫我本袂动，and then 你桶啊那是袂堪啊。大人烦恼了寒，这个布达盖亚是真正大老热，规暝人出入无限，所以来看，布里森有兴，印度有兴，出入无限，白皮真正济，了这个别个印度甲了600位，甲了拢总来，你再无通食水，我人做，我人3人。渐 order 啥物啊？去这个摊囝，茶，茶，伊人卖茶无像咱安尼，伊人卖茶是一个锅咧，系牛奶下咧茶了，你来卖茶啊？伊天河路，我想咱你食过边敖，一敖，细敖的，一敖就5八，了甲了系牛奶边，伊无甲你泡一暗一人咧，按这个。我人牛奶佫袂使食，所以安怎做啊？就可以加水，你互我人茶热的，所以伊人佫就去另外做。所以咱来看这个发现啦，409年耶稣出世了后伊有去这个所在叫做布达盖亚，伊有看到3个暗真正大。回声真正济，拢总伊人的概率真正严。伊看了有写伫个册，真正学咯。635年 AD， 是耶稣出世了，咱的三宗过去，所布达盖亚，了又写起来，伊按180卡基的悬，12个。世纪的点声 century， 这个暗国原在是佛教徒的人伫古晋，这个佛教徒的大地大陆，尼泊尔人甲印度有了这个吉林啊，伊人本是佛教徒的人，伊人伫古晋这个暗，到这12个世纪的后，这个回教穆斯林拍入。这个布达盖亚，拍入布达盖亚了，大胜大做，非常甲了走，唔敢大伫遐边，有诶走去密藏、尼泊尔、迪拜，拢总山唔敢转来。1590年that means 过了这个是16个世纪了12个世纪的时，就是穆斯林入了16个世纪，等于差不多300几年、400年后，一个吉林伊是讲圣人，伊毋是咱佛教的人。佛教的时，因为这个布达盖亚正了，伊去看着，哇，这个暗的水，400年无人大，然后伊去大，
伊讲是伊